好，咁更新下世界盃嘅資訊啦。咁雖然未踢晒啦，有幾隊其實已經進入咗八強賽事啦。咁分別就係巴拉圭啦，跟住係加拿大啦、法國啦、摩洛哥啦、巴西啦、挪威啦同埋墨西哥啦。咁剩翻嗰啲就一路陸陸續續踢緊啦。咁首先就講下暫時今屆啦，即係有啲令人失望啦，亦都有啲會俾人覺得係破紀錄啦。講下令人失望嘅球隊先，首先絕對係德國啦。完全可以話唔知踢緊啲乜嘢嘅德國，完全令人比較失望啦。更加講12碼添啊，更加完全唔知想點啊！即係都係一個好奇怪嘅，就係唔知點解硬係今年啲主帥啊，定係啲球員唔識踢十二碼，而踢十二碼嘅球員最後一名或者緊要嘅時候，點解都會俾啲後衞踢呢？即係咪前鋒中場係完全冇信心要俾到後衞，反而後衞有信心呢？但係後衞雖然話你自己有信心都好啦，但係你嘅實力同十二碼絕對不成正比啊！德國結果十二碼輸俾巴拉圭啊！另一場就係法國啦，法國絕對3-0，絕對今年其實法國係絕對係強隊之一嚟嘅，因為麥巴比同迪比利完全係即係留有餘力啦，可以咁講啦。當然希望佢發揮得更好、更犀利啦。加拿大絕對係一隊出線令人眼前一亮，唔好話眼前一亮，其實估唔到你加拿大竟然可到八強。雖然係一個好簽係其一支啦，但係下一場佢對摩洛哥就可能都要考慮下。另外就係摩洛哥對荷蘭啦，雖然係摩洛哥出線啦，反而就係荷蘭每一屆都係有一屆有一個前鋒或者一個中場好犀利，踢得好耐，但係去到八強四強就永遠都係終止嘅。冇辦法啦。但係摩洛哥今年亦都係不能忽視嘅一隊啦。另外一邊就係巴西啦，巴西日本其實日本唔係踢得唔好，而係喺體力上真係唔夠外國啦，或者南美波更加犀利。喺亞洲人方面日本絕對係值得支持嘅，不過冇辦法。第一佢要對巴西絕對係一個強隊啦，巴西絕對係。另外就係喺日本嗰方面，佢到其實睇翻場球賽到臨尾時候係真係唔夠氣，唔夠巴西人嚟。結果係俾人俾巴西絕殺啦，可以話。冇辦法啦。挪威對科特迪瓦其實絕對係一樣啊。挪威仍然係唔可以不容忽視嘅，不過挪威絕對係有機會咯。但係如果對巴西對挪威嚟講絕對係睇巴西嘅。雖然挪威仍然係有夏蘭特出嚟，但係冇辦法，要對巴西出線就絕對係冇。另外一方面就係墨西哥啦，未知會對英格蘭同剛果邊一隊啦。但係我相信冇乜人會睇好剛果呢一隊啩。正常都絕對係應該睇好英格蘭啦。唔好講睇英超，睇波嘅人嚟講啦，絕對係睇好英格蘭啦。呢邊就另一邊線啦。剩翻嗰啲就係未知幾時一路會睇落去啦。葡萄牙對克羅地亞啦，西班牙對奧地利啦，跟住就係美國對波斯尼亞，比利時對塞內加爾。其實呢幾組都係一樣啦，即係葡萄牙、克羅地亞、西班牙、奧地利、比利時，即係都係全部強隊出到線，就完全喺晒呢度一組嘅，即係喺晒呢一邊嚟爭兩個席位去出八強啦。所以覺得，唉，都係嗰句，完全係喺強隊好似喺八強已經完全令人出晒去睇㗎嘛，有啲失望。反而真係最唔多冇乜挑戰啊，反而係阿根廷對佛德國啊，澳洲對埃及啊，瑞士同阿爾及利哥倫比亞對加啦。即係反而呢一邊係完全邊一隊出線都好似唔可以話冇睇好嘅，完全冇乜令人驚喜咯。所以暫時係咁多啦。遲啲可能再講下有咩更新嘅賽果或者下大家睇啦。當然啦，如果係我相信即係我唔知係咪啲主帥或者係球員嘅問題。如果再講去需要講每一個真係要去到每一隊要去到加時再踢十二碼嘅時候，真係可唔可以排晒後邊啲後衞排到最後，或者真係踢晒先啊？5輪之後，我諗起碼你如果後衞，你中前場起碼都有5-6個人啩。即係我諗你後衞起碼排到第7位或者第8位以上，你先好去
俾後衞去踢十二碼咯，即係唔代表有幾多個係有後衞可以踢到十二碼好出色嘅。而家中意踢親十二碼嘅後衞而入到去，全部都係最尾第一最尾嗰個係當然壓力大啦。咁但係就算唔壓力大都好，當然喺前鋒或者喺中場嚟講個把握十二碼嘅把握能力絕對係比後衞睇好，即係比球衞高咯，我覺得。咁所以就話教練嘅時候，即係咪叫球員自己話我有信心踢最後，咁又俾佢我哋覺得教練都要考慮呢點咯，即係唔話我球員有信心就要俾佢，即係個個球員一上場，你問佢一開波嘅時候想問佢上場一定係我係想入波咁，但係佢有冇咁嘅實力同能力先得，我覺得要考慮呢一點咯。咁希望更加精彩嘅賽事之後再講啦。